大家好，我係 Yoda， 歡迎大家嚟到我嘅 channel。新嘅觀眾如果未訂閱，麻煩撳下隔籬個叮叮鐘，一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今日我就喺附近散步，順便帶大家睇下荷蘭嘅住屋環境配套。我呢度一直行冇幾遠就有啲好靚嘅大屋，我都會話俾大家聽大約幾多錢。有好多人私信我，話好想知道荷蘭嘅物價、樓價、教育、醫療、交通、移民方法等等。等我搜集多啲資料之後，可以拍片俾大家睇。戴翻個頭盔先，本人就唔係地產公司，亦都唔係投資公司嘅人。我只係分享我喺網上面揾到嘅資料，呢條片揾到嘅資料都係喺網上面揾到嘅，大家都可以喺資訊欄同埋我條片入邊都會揾到相關嘅網站，睇下啲細路係咪玩得好開心呢？係咪好冇壓力呢？荷蘭啲小朋友4歲先開始讀書，都係返去玩下，小學6年級1星期先有幾日會有功課，同埋呢度唔使考學校㗎。每間學校都有足夠嘅學位俾每一區嘅小朋友，每一區都會有圖書館啦、醫院啦同埋學校，每條村都會有好多超級市場。我哋呢個埠都好多本地人嚟遊覽，都有好多旅遊景點㗎，遲啲可以介紹俾大家睇㗎。大家去阿姆斯特丹，如果坐火車過嚟都係1個鐘多少少。我住呢一區都算係新區，啲樓多數都係10年或者以下嘅，通常都係3層嘅設計。依家右手邊見到嘅屋就比較新少少，應該起咗2至3年。如果佢哋係2020年嘅樓花價呢，最平入門價呢就係37萬歐羅一棟。我記得再早多1-2年嗰啲樓花價係仲更加平㗎。好似頭先經過嘅聯排別墅同埋啱啱比較新嘅聯排別墅，佢哋一般嘅尺寸都會係大約1100尺至到1600尺不等。依家樓價呢就跌咗少少，咁佢哋大約係40幾萬歐元至到50幾萬歐元左右，舊少少30幾萬都會有。如果獨立屋通常都1500尺以上，咁尺數大啲，價錢都會貴啲。喺呢個圖我哋可以見到1995年至到2022年荷蘭住宅物業平均嘅價格係由1995年嘅10萬歐羅到而家嘅40幾萬歐羅。當然升幅都唔係好誇張，但係就反映咗買磚頭始終都係保值呢個道理。而呢個圖我哋可以見到上年2022年7月至到今年2023年7月，荷蘭樓價係跌咗5.4%， 4月跌得仲犀利。荷蘭銀行分析師同埋網上數據分析都顯示未來樓市價格都會持續咁向下調，因為銀行仍然處於高息狀態，嚟緊美國可能再加息。睇返呢個圖，大家可以見到荷蘭最低息嘅係2019年至到2022年，係低過2厘息。個圖都顯示今年2023年係升到4厘幾息。如果近排入市嘅人就應該供緊5厘息㗎喇。睇下呢個圖就知道供幾多年要供幾多個利息。至於稅方面，2022年1月1日開始，如果外地人嚟荷蘭買樓，俾轉讓稅一般呢都係10.4%，如果本地人就係2%。如果你係35歲又係本地人，咁就可以有首次免稅，不過大家都要俾2% 嘅經紀費。如果大家對剛才講嘅資訊想再知多啲嘅話，可以去以下呢幾個網站再睇睇。我都會擺埋喺資訊欄，方便大家。呢條路嘅左手邊全部都係獨立屋。我上網就揾到附近只係得1間獨立屋放手，可能因為呢度嘅樓齡比較新啦，呢度啲人都係住咗幾年，都唔會咁快搬。大約70幾萬歐羅就有交易。呢間佢得1500尺，有3個房，不過佢個花園有成4000幾尺。佢嘅外形都有啲似左手邊呢間屋喎。我哋都睇埋鹿特丹同埋另外一個大埠嘅獨立屋價錢。
好似呢個佢有5個房，2000幾尺，都係95萬歐羅，而喺 Utrecht 差唔多尺數就要100萬歐羅，而喺阿姆斯特丹就算連排別墅，仲要唔近市區，得個1003尺，都要78萬歐羅。如果喺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嘅 apartment 新嘅樓，一房都要52萬歐羅。而喺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沿河邊嘅樓價都係比較貴嘅，好似呢一間1003尺3個房都要175萬歐元，但係仍然有好多人都中意住喺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因為比較方便啦，搵嘢做又容易啲，有多夜生活。除咗阿姆斯特丹 Utrecht 佢嘅樓價都高，比起其他城市佢都算貴㗎。因為嗰度嘅就業機會比較多，如果喺 Utrecht 揸車或者坐車去阿姆斯特丹啦、鹿特丹或者海牙都唔使1個鐘，所以呢幾年 Utrecht 嘅樓價都升咗好多。唔知大家睇完荷蘭唔同地區嘅樓價覺得點呢？可能香港嘅觀眾就會覺得好平，唔知其他國家嘅樓價同荷蘭比又點樣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㗎。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唔知大家鍾唔鍾意我今次嘅分享呢？提提大家撳埋隔離嘅叮叮鐘，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㗎喇。拜拜。